手會同阿龍嘅報告㗎。我一早已經非常清楚佢要我全力執行呢個清流行動，而你就要全面配合佢。佢仲吩咐我要起個係威係勢嘅行動代號攞個彩紙出嚟，呢個係長官嘅命令。派發嘅係貴族。我最欣賞喺學堂嘅時候已經覺得你係可造之材，我會栽培你成為我嘅接班人。多謝寶寶。嗱，應該14人副班，你幫我搞嗰間節目。點解我14人？唔係10半。總之係用最嚴謹同埋精密嘅推算計出嚟，14人就係14人。你咧，最多幫我做得好好睇。最近唔高過。是的，長官。你找到誰做咧？應該全部想做咁多場。而家我要專人喺度做話一次都冇，佢夠膽死話要做。最激氣係用嘅，聽佢接頂，搞到冇計反應。嗰個客嘅我覺得網上你係做得幾神奇。咁我既然喺商務部上接受過訓練嘅，咁其他人都啱上下，多謝你真係，將佢俾局長擔唔到，你竟然擔唔到佢多錢。佢都好大牌走你啲訓練班，我都唔知。根據細作嘅規則第2章第10節所講，做細作係唔會令一個員工廢自己嘅初心嘅。雖然我哋演技係過嚟出類拔萃，但佢絕對唔會囂張嘅。入翻正題，之後諗住點啊？喺度落地生根，而家都發展到咁嘅地步，睇下我冇得揀。一開頭接近扶靈係為咗執行任務，而家小説，你覺得咧？我問你，你又問翻我。其實呢個問題我都問咗自己好多次，個答案我自己都唔知。我淨係知扶靈呢個工資成績，我想做嘅工作。但係究竟我係為咗執行任務所以人氣太深，定係真係做嘢數？呢一刻我心不過話時話喎，你幾時有對工作雖然可以散，我都冇得。我哋又喺呢睇過下咯，咁我食咗啦。但係你叫我而家散翻去咧，我又唔得，做翻佢。